即卖 AI 科技也会当甲传统的布袋戏结合。今年台湾文化科技大会伫高雄举办，其中有一个霹雳 AI 时代体验展，互民众了解到布袋戏也会当真实行真精彩。脑中经书总万贯，江华文物半边天。说环境经典大师体验者一句一句念出来，佮用 AI 科技将黄文地老水声音合起来，大家都会当真做布袋戏配音员。头一届 TTXC 台湾文化科技大会，其中霹雳 AI 时代体验展头一摆公开，展览当中除了怀念黄文地老师，佮将传统布袋戏来结合 AI 科技，并将唔来当做配音员，嘛会当真做布袋戏的角色。即马有用一寡 AI 的技术运算，把即马声音兼顾，把伊过去配音的声音，把声音切转来，这自己的声音库出来。啊，我们透过这个展览，然后民众来体验，你嘛应该用你来配音，然后合成到黄文哲老师的声音内面去呈现出来。布袋戏伫台湾有100档历史，毋过真侪少年人渐渐对这项传统文化不了解。这摆嘛是霹雳布袋戏头一摆运用 AI 科技来行销，毋望少年一辈会当重新来熟悉台湾的布袋戏。韩剧啊、日剧跟一寡美剧里来，其实对咱台湾家己的本土的内容都是有影响。所以咱布袋一直霹雳就一直用一个方法，就是希望讲用一寡新的科技加技术，加一寡符合的。这个时代美学一种概念来去处理这阮的内容。互人合作把因财选黄文地老师伫去年6月过往，为着要怀念伊，展览现场嘛有展示早期老师穿的衫，使用过字典、甲手稿等等，要互布袋戏迷来做伙怀念伊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